有一句话讲，有样看样，无样就来家己想。即卖呢是有一个印尼籍的查某义工，伊看影片学技术，就家己私下甲人做医学美容、甲翘喙齿的工课。而且因为伊所开的介绍是真俗，所以人客拢真捧场。即卖移民署经过几啊个月的调查，落尾总算伫个高雄旅馆的房间掠到即个义工。 民众喙齿打矫正器，佮有矫正前后的相片做宣传。移民署进前接到通报，一个印尼籍的女性移工私下做医美、喙齿矫正甲美白等非法医疗行为，因为费用俗，而且名额有限，吸引真侪移工来做。咪女疑似上网看影片，自学矫正技术，且不定时在网络公布预约医美疗程时段及地点，因费用便宜且名额有限，吸引许多同乡慕名预约。 稽查人员伫高雄三民区一间旅馆掠到将旅馆房间当作临时工作室的移工，现场阁超出真侪医疗工具，专以违反医师法移送地检署侦办。对，附近的饭店都有，不是只有我们。 业者表示，唔知影旅客来住的目的。根据了解，移工每摆治疗单收几千块，无到市价1/10。医师提醒，好无合法伫照的名义做治疗，恐惊会出现真侪问题。美白的药剂其实是要通过卫署字号，它才是一个安全的药剂。经过美白的治疗之后，牙齿会比较容易有一些敏感的状况。 那同时，医师会需要帮他先评估，说是不是有一些牙周病的问题，或者是蛀牙的状况。医师斟酌检查患者的喙齿，矫正治疗对评估到过程可能会发生真侪状况，需要医师专业才会使处理。医师提醒民众唔通贪俗选美医，以免发生真歹挽回的效果。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